可能要从三料下迎奥飞啊，其实这个举办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可能牛埔中的后上的黄氏兄弟们，一位是音乐创作人王伟杰黄伟杰，然后一位现在是农夫，然后也是导览员，也是山野体验的导览员，这个斜杠很多的青年，他们两兄弟呢回到家乡，那初心想要为地方上就是带来有趣的事情，为地方上做一些串联，所以我们开始了音乐会的举办。然后每一年啊，就係為佢為到無強用嘅好教地度去教小朋友唱歌、唱童謠，然後帶來一些就是用母語創作的這種機會。所以呢，我們因此從牛埔中嘅開始，富恩貴小開始，都壓下來到中門，來到我們的中潭國小。那麼今天一開始呢，當然就是由我們的地主隊带来第一个表演节目，那这是中潭国小的小朋友们要带来2首舞蹈的表演。那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好哦。那他们今天带来的2首舞蹈表演是《爱嘅客家人》，爱係客家人，太梯讲讲。那么借用大家的双手，大家来分享中文轨道。從來冇改變。
嘅風，輕輕吹過來。年年要過命，年年已風采就窮下來了，愛你。也个音乐会按到几类产疗下，吼也一开始吼，俺体验吼，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几简单，就讲啊，俺同阿哥两个人吼，拄好差不多的时间吼，家庭爱对其他的地方吼，对都市方吼，几啊多迷路，吼，故所以其实就就同路卡的装批啊，吼阿叔人，大家伫聊的时间就讲咁我哋来办一个吼，几类产疗下的一个音乐会吼，帮大家加速啊吼，大家做啲同乐同欢安尼。吼，最开始的想法就很简单吼，故所以其实时间大家就佢有热心吼，佢热情就开始种啊，也就体家就攀好嘅。啊攀起嚟，发现到几多人感觉到佢好吼，也不攀啊佢闹热安尼。故所以我哋第二年吼就继续在试看啦，吼，第二年就对我哋即家路卡的火房，吼，就使下到第二年就使下到福高峰，吼，第二年我因为我这边係福安伫福安的山下，金丝面山下，所以第二年开始就伫福安结社，吼，来举办，吼，福安结社的话就，所以我哋装批吼阿叔我爸吼。嘅装批全部就係讀福安結社畢業嘅啦，吼，所以嘛算一個校友安尼，吼，所以對第二年開始吼就繼續安尼攀，啊一年下來就發現到安尼去學校方同生人誒同學生誒，來安尼教唱歌誒，吼，教安尼伊誒唱客家歌，啊一個成果吼算都唔會差，吼，所以學校方大家嘛佢熱情，吼就講啊，就佢。願意吼來向下參加，吼就一路下來到今年第5年，吼啊今年我哋就面到試看啦，點面同其他嘅無共樣嘅地方、無相同嘅地方來探看啦，所以今年就使下到總壇結社來試看啦，安尼。今年我哋之前吼無同我哋社區嘅裝批吼來邀請演來表演，吼啊今年我哋就增加。哦，邀請嘅兩都社區發展協會嘅裝批，哦，啊演練歌嘅練合唱，哦，就有準備嘅一段表演。我今年就邀請我哋民農嘅裝批，向下來同樂啊，向下來表演，哦，就算這個老中青三代全部就大家第一個音樂會吼，向下來共襄盛舉安尼，因為我哋。一年攀下來吼，主要想要做嘅事情，其實像阿哥伊就會講啊，佢希望同學校、同教育啦吼，教育還有實農教育嘅部分做一個結合。故所以，我哋想要做嘅其實係一個向下扎根嘅一個方式。故所以我哋花幾多時間吼，會去學校方學教幾下擺，同學生嘅相處吼，同伊向下練習安尼。所以做嘅事情唔係講啊一次性咧，我講哦，對於落背來啊一擺做起來就冇嘅，哦，其實頭前要花幾多時間，同人哋在地嘅學校學生，哦，向下練習，向下安尼培養感情啦，一個方式其實對於教育還有對學習學化來講係各有累積嘅東西啦，累積係啊，從人哋之前。同學校合作，吼就
谣言来参加安尼表演，过后演就讲落几好，像一个学校很多激动，激动国小，高中还有主任就后来就问讲啊，安尼做定安尼抢下来做一个学校的校歌校歌，可是前一段时间就有抢下伫学校教生人呢，看用来写歌的，抢下写一条歌曲。也高歌就后来就做出来安尼，也个迄做啊顺势的法可能做得讲啊一个学校可能有一个自家的一条歌曲，主要感觉到最重要的就是本学生有一个感觉，就讲啊，练一个佢有兴趣，佢好教，就会想去练唱歌、练学法，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迄个事情。林暗头嘅風，強強吹過來，因你有個味，因你風吹就強下來了，愛呢來個假了。了你種，了人生，了夢想，從山高，自從是來嘅魚呀被拉風，被風吹來呀。林暗頭嘅風，強強吹過來，因你有個味，因你風吹就強下來了，愛呢。了你種，了人生，了夢想，從山高，我從橋下衝浪，翻山羊，自從是來嘅魚呀被拉風，被風吹。天涯。
亭亭跌落山，给片的风景和安家。天桥过后到十个山，和茫茫嘅草忧伤。做下嘅人也无限，一家人提灯食饭，下班下课饭做红光掉。时间一分一秒一次行，生发一步一脚样。遇到乜嘅困難都認真三萬愛，按到年點點的睇，體驗過幾百失敗，路旁嘅風景洶湧精彩。一條亭亭跌落山，給片嘅風景和安詳。天橋過後到十個山，和茫茫嘅草憂傷。做下嘅人也無限，一家人提燈食飯，下班下課來飯做紅公店。時間一分一秒一次行，生發一步一腳樣。遇到乜嘅困難都認真三萬愛，按到年點點的睇，體驗過幾百失敗，路旁嘅風景洶湧精彩。時間一分一秒一次行，生發一步一腳樣。遇到乜嘅困難都認真三萬愛，按到年點點的睇，體驗過幾百失敗，路旁嘅風景洶湧精彩。一條亭亭跌落山，給片嘅風景和安詳。感謝大家，我係陳俊明，我是陳俊明，謝謝。
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是我们的高雄市闽农非营利幼儿园，那我们都行以闽农幼稚园安尼。那我们闽农幼稚园的小朋友呢，伊能今日会带来一条几特别的歌曲，是伊能嘅平野歌，一条平野歌是我们嘅委曲，都好教地都同家长还有同先生同小朋友大家共下创作的一条歌诶。所以歌词底部有小朋友的想法，有先生的嘛，有家长的想法，啊，委曲同也是同时调共下做的一条歌诶，很多。小朋友，请问你们今天要唱什么歌？要唱哪个歌？爱记得分享闽农幼稚園。
们非常有活力，然后又超级纯真可爱的俺能给闽农幼稚园的小朋友，米拜啊，边啊店里不用亚跳高，也能冲亚跳高，真是糖的会叫子啊呢，就太感通诶。好，反正我头一次听不用同大家讲，我们俺那个主办单位啊，归有心，他们准备了一个荧幕，主办单位准备了荧幕在这里，假使俺那个台朋友想一滴都带。你能台冲吗？给我们可以看一下投影幕上面有准备歌词，对，大家可以就是也借此知道就是表演的内容。那嘉哈瑞呢，也是我们的地主队，我们的中潭国小。中潭国小，今日准备的歌曲係为客创作的艺术童谣，都say 一梦，毛毛雨的意思。那太好了，现在也没有下雨，是一个就是很棒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中潭国小。接下来我有請嘅係我哋嘅吉陽國教嘅小朋友，佢哋帶來兩條歌曲，嘛係為佢嘅創作嘅童謠，叫做散步路，大家知係乜嘅嘛？
散步路，也係咪會更加有時間會小看到散步路誒？哦，第一條歌曲散步路，大家可以看我們的熒幕有歌詞哦。聽一條歌曲阿公阿婆，那我們現在就來歡迎吉陽國小。妈咪
接下来呢，一个节目会同大家来小嘅係我哋嘅兩度沙期發展協會嘅總批，我哋嘅資深美女還有資深帥哥，今邊呢，伊呢一公演就是陣容非常就是豪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係兩度沙期嘅一種發力啊呢，今邊呢，伊呢會帶來一條山歌，一條山歌叫做18姑娘。那同樣就大家嘛做得睇條前嗰度歌詞，然特別嘛有同嘅跳舞嘅欣賞來搭配，那麼我們是不是借用大家的雙手，大家共下來分享兩度沙期發展協會？
但是其实我哋音乐会办到也下第5年咧，其实嘛睇上讲，除了贵州也部分之外，我哋杭州哋做乜嘅事情，所以像我哋會有請居民啊，就係有睇創作嘅後生嘅，係在日擺貼喺有一個機會，做哋有請我哋嘅兩度沙期嘅總批朋友來表演嘛，係幾神奇幾好嘅事情啊呢。好，接下來咧我來分享嘅係我哋嘅激動國歌。那激動國小給面帶來2條歌嘅，叫韓歌還有煙誒。馬強用就請大家睇表演的時間，會不用大音嘅嗓音，那讓我們的那個收音的效果可以更好一點。那我們現在就來歡迎激動國小。Bye.
感谢激动过高。好的，我其实在下面听还蛮震撼跟感动的。安尼糖啊，咱提供其实迄两条无共用的新的客家创作的歌谣，也能就是把它编曲融成一个组曲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好有那种合唱团美声那种唱法。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有请的是俺们的东门国教，也能会带来两条非常可爱的歌曲《脑海》同《吃饱忙》。那小朋友还有准备道具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俺们表演的时间，请大家看下天数，俺们不用强俺们的嗓音，让小朋友的声音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东门国小。
南头的师傅，总能相通。红歌相同的路，吹歌相同的风。梦梦经一讲，天呢？接下来呢，要来介绍下一个表演节目，是我们龙山贵高的小朋友。他们今天很有趣哦，一个是年去给偷个一条狗诶，一条狗诶，很多茶当山给风，然后小朋友还有准备乌克丽丽乐器呢。那我们一起来欢迎龙山贵高茶当山给风。茶
当你。非常可爱，而且其实是高难度的歌。好的，接下来是我们今天音乐会最后一类节目，也是我们的压轴节目。我们的主办的两兄弟呢，他们要带来就是最新的创作。都有提到啊，我们高雄市合委会之前有做的青少年的音乐的专辑，啊，今年做的一种就面对大家的大朋友，我们中批故事的专辑，也只专辑一种专辑人都人生到了从下礼拜日。24号在我们民农图书馆有来发表会。那今天呢，伟杰要带来就是这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最新的歌，就是首度曝光，没有在任何地方曝光。今天在音乐会闪了哈音乐会为大家来献唱这首最新的创作。One, two. 然后再插播一件事情，可能等一下表演结束。以后可能会有初中，大家有年头都能来的吗？还是比较晚到的朋友，可以去服务台问一下，还有没有摸奖券可以填这样子，还可以哦，喊走得哦，记得哦。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世杰、伟杰，欢迎他们。各位朋友吼、乡亲吼、总批吼，大家好，黄氏兄弟党吼啊，接下来吼，今比就到意志吼有小解到吼，等下会同大家分享的歌曲吼，迄一摆最新的吼，韩国小哦吼，韩国一条歌曲吼，我都日光人生吼，月光人生吼，其实讲咧就会讲啊。人呐吼，生发地度吼，就像日讲一相同吼，下摆人下摆有劇安尼吼。其實有一句吼歌詞就講，就算日光無圓滿吼，就算月光不圓滿吼，無圓滿嘛係一種圓滿啦吼，安尼意思吼。啊，一條歌曲，一擺佇專輯佇擺吼，就係主唱吼，主唱就第一篇吼。所以，所以今天哈，先算是一个那个给大家试听一下哈。啊，下礼拜日哈，礼拜天，好，我有个规种专辑10条歌曲嘅，吼完整的发表，吼啊，一条歌曲嘛会充分大家听，啊，还有其他乐器哈，还有其他的乐器也会一起在登台演出，吼啊，今天就问大家先那个尝鲜一下哈，爽快啊，吼，那就带来一条日光人生，吼。天东嘅梦路，脚下嘅石條路，南條嘅樹，總能相同。行過相同嘅路，吹過相同嘅風。經一講，天呢北宋，應講，起講用也未上愛談，一天講，如會記實兩個故事。你是嘟嘟好，就吹來風，有山一個無人問。
腳下嘅石頭路，連暗頭嘅樹，總能相同。行過相同嘅路，吹過相同嘅風。朦朦嘅日光，天的北宋，陰公係講又會經過，講數不多，好深，歸你嘅辛苦。跌落變成你，暗夜這路，就算一個冇人問，就算一個冇人問，一公揾返。時間變難，你能慢慢你來打扮，人生有時棒，有時難，唔怕就算慢，嘛會講，就算。